大家好，感謝收睇驚奇怪異站。今日想同各位觀眾講少少團隊嘅諗法，想直接聽鬼故嘅觀眾可以跳去3分鐘。驚奇怪異站開台咗2年幾，起家都係用 AI 剪接喎。從舊電台鬼故到而家嘅人聲鬼故，一直都好少同觀眾互動交流，因為我哋想俾觀眾直接聽鬼故，唔使次次都長篇大論先講鬼故。不過而家 YouTube 取消咗我哋嘅盈利，所以頻道想有少少嘅改變，舊電台鬼故就會暫停啦。專心做自家製嘅人，聲鬼故。而家每條片都會同大家交流下，大家有咩中意，想我哋改善下都可以留。大家有親身嘅經歷都可以同我哋講。希望大家俾個機會我哋呢個 AI 鬼故頻道生存。今日我為大家一次過帶來3個香港毛骨悚然嘅鬼故事。第一個故事係藝人林峰親身同埋佢同事 TVB 外景組嘅怪事，由陰陽眼小朋友被頭髮纏腳，到長洲東堤紅衫女鬼露台，再到 TVB 廠房鬼手推門，全部都係第一人稱講。第二個故事係女主角嘅村屋經歷，由狗仔狂吠、腳步聲、叫自己全名，到夢見旗袍婆婆，再到16年後嘅驚人反轉。第3個故事係警探卓希講嘅屯門山頭古屋兇殺案，母子鬼魂住紅衫等緊人接佢哋走，仲有幻覺同笑聲，聽完真係背脊發涼。而家我哋即刻嚟聽第一個故事。會用第一人稱講述以下嘅鬼故事。大家好呀，我係林峰。呢件事呢都係我啱啱入行嗰陣時聽翻嚟。其實出埠做嘢，有個同事同我講翻佢細個嗰陣有陰陽眼嘅經歷，聽完真係成身雞皮起醒。佢話細個住屋村，好中意同班細路喺走廊玩捉迷藏。有一次經過個冇燈嘅位，轉彎跑得好快，突然間覺得隻腳被嘢棘咗一棘，佢低頭一望，真係嚇到魂魄唔齊。見到有一紮女人長頭髮滲出嚟，纏住佢隻腳，勾住佢，就好似電影入面嗰啲畫面咁，好恐怖嘅。佢即刻頭也不回咁跑走。之後每次經過啲暗位都心驚驚，但又唔敢聲張，驚驚青青，怕驚動到嗰啲嘢。佢話淨係得佢見到咋，其他人完全冇事。我哋做呢行成日去唔同地方拍外景，都聽過好多手足講類似嘅怪事。仲有一單係外景組喺長洲東堤嗰度發生嘅。我自己就未去過，但聽佢哋講得好生動。嗰度沙灘沿岸有好多度假屋排埋一齊，對住個海。公司就租咗幾間俾成班人住。夜晚收工，大家無聊行出露台望海，突然見到遠處有個著紅衫嘅女人向住佢哋個方向一直行過嚟。越睇越唔對路，佢一直冇停過，竟然穿過一個又一個露台。佢哋覺得唔妥，即刻成班縮返入屋。佢哋住嗰間係最尾嗰間，再過去就係牆，根本冇路行。有個同事膽大，有擒翻出去睇，點知嗰個紅衫女人啱啱喺佢面前經過，行完之後繼續向前。明明前面係牆呀，佢竟然直行直過穿牆走咗去，真係驚到震，嚇到成班人縮返入房，唔敢再出嚟。另外仲有一單係我自己親身經歷，到而家諗返都覺得好邪。以前公司未搬去將軍澳，仲喺舊廠嗰陣，我哋喺廠房拍戲，我哋係最尾嗰間廠，即係二廠。廠有2道門，中間係隔音位，距離大約4-5步。門上面有磨砂玻璃，可以隱約望到入面。道門平時一推就開，唔使鎖嘅。我行到第一道門諗住推開，點知推唔喐。突然間我見到磨砂玻璃上面有隻手伸過嚟，好清楚係一隻手喺對面撳住第2道門。當時我以為係其他演員同我玩嘢，就喂咁嗌，邊個鎖咗門呀？唔好玩啊！講完之後，隻手就好緩慢咁縮返開。我推開第1道門，再推第2道門，一切都好正常，入面一個人都冇。第2道門更加冇喐過。我向前面望，隔咗成10幾個身位先見到阿姐喺度，但係中間嗰段路根本冇人。我入到廠之後，後面有個副導演話，佢頭先都見到隻手。一個人見到或者係眼花，但2個人一齊見到，真係嚇到懶尿。之後好彩冇事發生，我哋都冇再追究啦。
可能靈界嘅朋友都中意睇戲，特登過嚟同我哋打個招呼啫。你哋又有冇聽過類似嘅經歷？講出嚟聽下呀！聽完呢個故事，我自己都成身雞皮，特別係嗰隻鬼手慢慢縮反開嗰一刻，同埋紅衫女鬼穿牆嗰幕，簡直係電影級恐怖。最驚心嘅係呢啲事，好似專門揀啲正常地方發生，拍戲嘅廠房、度假屋、走廊，平時我哋覺得安全嘅地方，原來都可能有朋友喺度睇住我哋。你哋覺得呢？有冇試過突然覺得有嘢纏住隻腳，或者見到有人行過但冇腳印？最驚邊一部分？快啲喺留言區講出嚟分享啦！我好想知你哋嘅經歷。而家嚟到第二個故事。Is someone there? Hello, I see the light. 呢件事都成16、7年前。嗰陣時我後生，唔係好信呢啲嘢，點知就撞正一生人最難忘嘅撞鬼。我就係嗰個古仔嘅女主角，你可以叫我做智子。嗰陣我同屋企人喺大埔南華埔嗰邊租咗間村屋，嗰度環境真係好靜，靜到有啲過分。你要返屋企，一定要經過一條長長地嘅小路先上到山。我哋間屋就喺山腰位置。初初搬入去嗰年，其實生活得好開心。我本身好中意狗，租嗰陣間屋已經帶埋一隻唐狗，後尾我自己又買咗2隻羅威納返嚟，3隻狗仔喺屋企跑嚟跑去，不知幾熱鬧。但係好景不常，當嗰2隻羅威納養到3、4個月大，開始識得吠嘅時候，怪事就接踵而來。我哋間屋有2層，2樓有個大露台，裝咗一道好重嘅大鐵門。呢道門平時要用力先推得開，但唔知點解，我哋明明鎖好晒先落樓，夜晚返到屋企，嗰道鐵門竟然係開咗嘅，係咪有賊呀？我老公嗰陣仲驚緊啲財物，但係入到屋一件嘢都冇少到。3隻狗就對住個2樓樓梯口不停咁吠，係嗰種見到陌生人好兇狠嘅吠聲。但嗰度明明空無一人。到咗深夜，我喺房度瞓下，會清楚聽到走廊有踏踏踏嘅腳步聲行過，好似有人喺度巡屋咁。最令我毛骨悚然嘅係，我當時已經有咗新人。去到臨盆前嗰個月，啲怪事變本加厲。我成日聽到有人喺房門口叫我名，字，有時係好大聲叫一個字，有時就係成個全名，細細聲咁喺我耳邊諗。我當時大住個肚，個人好攰，好想瞓，但嗰啲聲真係擾人清夢，驚到我連廁所都唔敢去。有一晚，我真係頂唔順，老公因為生意要行開，屋企得返我一個，我驚到坐喺床頭，坐下就瞓着咗。喺夢入面，我見到自己間房側邊無端端多咗個神位，上面擺住一張相，係一個紮咗髻、着住舊式旗袍嘅婆婆，佢個樣好憂鬱，好唔開心咁望住我。個夢真實到，連房入面個窗點擺，我都睇得一清二楚。一醒返，我成身冷汗，即刻衝落山坑包租婆。婆婆，你實話我聽，間屋以前係咪死過人？包租婆初頭仲死雞撐飯蓋，話冇。我直接將夢入面個婆婆個樣描述出嚟，佢紮髻嘅，着旗袍，個樣好唔開心。包租婆一聽，成個人呆咗，先至肯認係有一個婆婆喺度過身，但我真係唔知佢會出嚟。後尾我喺屋側邊一間棄置嘅小屋度，真係棄到一堆遺物，入面真係有嗰件同夢入面一模一樣嘅古老旗袍。我當時對住啲衫，誠心咁講：婆婆，我生完 BB，坐月之後就會盡快搬走，我哋無意打擾你，希望你都唔好再嚇我同我個 BB。講完之後，間屋真係靜咗好多。話咁快，我生咗個女，坐完月，我一日都唔敢多留，即刻屋木搬。搬嗰日，包租婆仲好好心，送咗一個家傳嘅玉墜俾我個女，話係壓驚，祝佢平平安安。我當時覺得包租婆其實人都唔係咁衰，就收咗落嚟，帶住個女搬去市區住。呢件事我一直以為完咗，直到最近，我個女今年已經16歲。有一日我執房嗰陣，反嗰件好耐冇見嘅旗袍，係我搬屋嗰陣鬼使神差咁收埋咗喺個舊箧底。我自己都唔記得咗，我見件衫係古董，就攞出嚟想洗下，點知我喺旗袍個內袋入面到一張好黃，嘻嘻，
相入面有兩個人，一個係嗰個紮髻嘅婆婆，而另一個竟然係後生版嘅包租婆。相嘅背面寫住幾行字：媽，你唔肯將層樓過戶俾我，我就唯有等你自己走。你放心，我會忍嚟陪你，等你有後代可以借身返嚟。我個心即刻寒咗一截。我諗起包租婆送俾我個女嗰個玉墜，我衝入房想看個女，發現佢坐喺梳妝鏡面前。佢平時最中意扮靚玩化妝，但嗰日佢冇化妝，反而係用緊啲好舊式好白嘅粉底抹到成塊臉都係。佢慢慢轉過頭嚟對住我笑，嗰個笑容唔係我個女嗰種天真爛漫，而係帶住一種好憂鬱、好深沉嘅哀怨。佢用手撥咗撥後腦嘅頭髮，竟然喺我面前熟練咁將啲頭髮紮成咗一個髻。佢望住我，開口講咗第一句話，把聲沙啞到好似老人家咁。智子，我等咗你16年，呢件旗袍你終於攞出嚟俾我着啦。我手上面件旗袍啪一聲跌咗喺地。原來當年嗰個婆婆唔係想嚇我，佢叫我個名係想叫我快啲走，唔好收包租婆任何嘢。但我已經帶住呢份禮物16年。我聽到呢度真係完全冇聲出。16年後嘅反轉太殘忍，太恐怖。原來婆婆一直係想救智子個女，但包租婆嗰個禮物竟然係借身陷阱。最心寒嘅係呢種親情背後嘅算計，簡直係活生生嘅人間鬼故。你哋覺得呢？如果係你搬屋之後發現自己個仔女突然變咗另一個人，你會點做？有冇試過收到好心嘅禮物之後生活就開始出事？留言區等緊你哋嘅意見呀。呢個故事我自己諗反都覺得寒。而家嚟第3個故事。我係卓希，做咗差人咁多年，見慣死人冧樓，但唯獨係嗰單屯門山頭古屋案，到今日諗翻起，我仲係覺得背脊有一陣寒意消散不去。嗰日下晝，我帶住3個伙計去到屯門一個偏僻山頭，附近有間觀音廟，但陣陣惡臭完全掩蓋咗香火味。目標係一棟3層高嘅舊式複式建築。我哋推門入去，浸臭味直情係熏入骨髓。最後喺客廳發現2具腐爛到變咗色嘅屍體，係一對母子。初步睇，個阿媽同個仔係俾人謀殺嘅。現場環境極之惡劣，周圍都係烏蠅同蛆蟲。我哋心入面都有數，90%係個老豆殺完人再移屍嚟呢度。我哋由黃昏做到半夜12點幾，影晒相，畫晒位，等黑車搬走咗屍體。我哋4個一邊抹汗一邊諗住收工，點知落到地下準備出門口，嗰對明明冇鎖，仲要係爛爛地嘅木門，竟然好似俾幾百斤嘢頂住咗咁，點推都唔喐。有個新仔伙計驚到面青口唇白，對住空氣大嗌：唔好玩啦，我哋做嘢咋，有怪莫怪，俾我哋走啦。話音剛落，門吱呀一聲，自己開咗一條縫，好不容易行到花園，突然橫風橫雨，溫度凍到好似入咗雪房咁，出面個大鐵閘鎖死咗，我哋唯有冒雨爬出去，落到地面，其中一個伙計突然摸摸腰間，面色灰閃，希哥，我支槍留咗喺入面，作為大隊，我冇得揀，我硬住頭皮，一個人爬返入去，屋入面黑麻麻，我開住電筒，隱約聽到3樓傳嚟一陣好細聲，好似細路仔嘅笑聲。我攞翻支槍，心跳快到好似要跳出嚟咁，都唔敢擰翻轉頭，就衝翻出去，爬返出鐵閘後，我抹一抹臉上嘅雨水，我不經意咁回頭望一望屋頂，雨幕之中，我見到一個着住鮮紅衫嘅女鬼，牽住個同樣着紅衫嘅鬼小孩，佢哋面色慘敗，但係好清晰，竟然喺屋頂對住我緩緩咁揮手，嘴角仲帶住一抹好詭異嘅笑容。我全身毛管戙晒，大嗌：行呀，快啲落山！翻到去，我哋4個一齊大病咗3個月，病到差啲變肺炎。單案最後交咗俾另一組人跟。3個月後，我翻去攞報告，接手嗰個師兄神情古怪咁問我：卓希，
你嗰一份 report 話入面係廢墟，仲話有惡臭。我點頭係爛溶溶臭到入肺。師兄搖搖頭，將幾張現場相遞俾我。我哋上去調查嗰陣，3樓好乾淨，好靚，梳妝台仲有未用完嘅胭脂同化妝品，床單仲係燙平咗嘅，成間屋好似仲有人住緊咁。而且我哋喺個爸爸個銀包入面 get 到嗰對母子生前嘅相同埋驗屍報告。我接個相片一睇，成個人呆咗喺度，手都震埋。相入面嗰對母子確實着住紅衫，但係佢哋係喺3年前就已經死咗。更恐怖嘅係個爸爸認罪嗰陣交代咗個細節，我殺佢哋嗰陣，佢哋其實係想差人求救。我突然諗返起嗰晚，點解對門推唔開？點解要引我返入去攞槍？原來佢哋唔係唔想我哋查，亦都唔係想害我哋。佢哋揮手係因為等咗3年，終於等到有人嚟接佢哋。而我哋嗰晚見到嘅廢墟同惡臭，其實係佢哋想透過幻覺提醒我哋呢度曾經發生過幾咁絕望嘅事。但我最心寒嘅係，既然3樓咁乾淨，咁我嗰晚喺3樓聽到嘅細路笑聲，到底係代表佢哋已經釋懷，定係佢哋根本仲住喺嗰間嘅屋入面，等緊下一個入去嘅人？呢個故事聽完，我真係好耐先反暈。警探查案都撞到鬼魂求救，仲有幻覺同3年後嘅乾淨屋企。最打動我嘅係佢哋唔係害人，而係等緊有人接佢哋走。你哋覺得呢？如果係你見到鬼魂揮手，你會驚定係同情？呢3個故事入面，你最驚邊一個？留言話我知啊，我每條都睇。總結返呢3個鬼故，第一個係陰陽眼同鬼手嘅日常驚嚇，提醒我哋靈界隨時可能同我哋打招呼。第二個係租屋反轉局，講到親情同算計背後嘅恐怖。第3個係警察遇鬼魂求救，證明就算死咗都有未完嘅冤屈。總括嚟講，鬼故唔單止嚇人，更係教我哋要尊重未知、珍惜眼前人，同埋小心身邊嘅好意。你哋會點睇呢3個故事呢？邊一個最令你起雞皮？有冇類似經歷想分享？或者你覺得呢啲事係真係定係心理作用？快啲喺下面留言區狂講啦，我會盡量逐條回覆。希望得到大家嘅分享轉發，呢個對我哋嘅團隊好重要。記住 like 同 subscribe 驚奇怪異站，下次再為大家帶來更多真實鬼故。多謝收睇，下次見。